如果我哋要了解飛蚊症同埋視網膜脫落，首先我哋要了解眼球嘅結構。其實我哋嘅眼球咧係好似一部相機咁㗎。咁飛蚊咧就喺眼球裏邊呢個玻璃體，俗稱叫做啫喱嗰度出現嘅。年輕嘅時候咧，佢係透明同埋啫喱狀嘅。咁但係隨住年紀咧，佢會退化。大概去到40至50歲左右嘅時候咧，佢就會退化，由啫喱狀液化變成水狀。咁喺呢一個過程之中咧，佢亦都會由透明係變成混濁嘅。咁所以飛蚊只係俗稱，變混濁咗嘅話咧，可以有唔同嘅形狀，例如係點、線、圈、霧，甚至有啲病人咧係見到一啲昆蟲嘅形狀、蜘蛛網或者音符等等嘅。除咗頭先講到可以有飛蚊症唔同嘅形狀之外啦，嚴重嘅患者甚至係可以見到閃光㗎。咁點解我哋會見到閃光呢？原來玻璃體啫喱退化嘅時候咧，佢會由全透明變成混濁，會由啫喱狀液化變成水狀。咁同一時間佢亦都會收縮。咁收縮嘅時候咧，就會拉扯到眼球後邊嘅視網膜。咁視網膜咧，其實好似我哋相機嘅菲林或者牆紙咁樣，上面係充滿住感光細胞㗎。咁當啫喱收縮拉扯到視網膜嘅時候，就會刺激到感光細胞，咁我哋就會見到閃光啦。咁原來咧，除咗良性嘅飛蚊症之外咧，亦都有惡性嘅飛蚊症嘅。咁即係話佢可以引起視網膜裂孔或者脫落嘅情況。咁當視網膜如果扯到有裂孔或者穿窿嘅情況，水分就可以經呢個裂孔滲透入去視網膜入面，而引致整塊嘅視網膜脫落。如果視網膜脫落已經係發生嘅話咧，咁視野甚至會有缺損嘅，就好似拉窗簾咁樣，部分嘅範圍會開始變黑，嚴重嘅話咧，可以全個畫面都變黑，甚至係失明㗎。視網膜脫落可以分為3種，咁頭先講到第一種係最常見嘅裂孔性視網膜脫落，就由於眼球裏邊嘅玻璃體啫喱退化，拉扯到視網膜穿窿或者裂孔，然後滲水去到視網膜嘅下方，好似牆紙剝落咁樣。至於第2種同埋第3種咧，係冇裂孔嘅，亦都係比較冇咁常見嘅。第2種我哋叫牽引性視網膜脫落，患者通常係嚴重嘅糖尿病患者，眼球裏邊咧有一啲纖維膜嘅增生，而拉扯到個視網膜脫離。第3種我哋叫做滲出性視網膜脫落，呢種咧係最唔常見嘅視網膜脫落。咁通常患者係有眼內發炎、血管嘅問題，甚至係腫瘤嘅情況，引致液體積聚咗喺視網膜嘅下方，而引起個視網膜脫落，而係冇裂孔嘅情況嘅。其實視網膜脫落係可以發生喺每一個人嘅身上面嘅，咁但係有部分嘅患者係特別要留意㗎，包括係有高度近視嘅病人啦。咁如果近視係超過500度嘅話咧，我哋嘅眼球係會比普通人拉長咗，視網膜咧亦都係會變薄，容易產生視網膜穿窿裂孔嘅情況。咁呢個情況我哋喺香港或者亞洲地區要特別留意嘅。咁因為喺香港我哋嘅近視發病率咧喺世界上面係頭幾位嘅地區嚟嘅，咁所以呢一個咧係最重要嘅高危因素。咁另外啦，如果有啲病人家族係有視網膜穿窿裂孔或者視網膜脫落嘅病歷啦，咁又或者患者曾經眼睛係有受過創傷或者撞擊，亦係高危一族。咁最後啦，如果係有三高嘅病人，譬如係高血壓、高膽固醇或者係糖尿嘅病人，甚至係眼睛曾經有發炎嘅病歷咧，亦都係要特別留意㗎。喺診斷嘅方面，我哋最重要係及早求醫，病向淺中醫。因為及早診斷嘅話咧，視網膜裂孔、穿窿或者脫落嘅情況係可以大大提升手術嘅成功率嘅。咁喺診斷嘅時候咧，最重要係我哋眼科專科醫生係會幫患者滴咗一啲放大瞳孔嘅眼藥水。咁瞳孔放大咗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將視網膜嘅周邊好邊嘅位置360度都可以睇清楚。咁醫生咧會配合一個眼底鏡啦，去檢查周邊嘅位置。咁如果係較邊嘅位置咧，我哋甚至可以用接觸性嘅反射鏡去睇清楚嘅。咁而家咧，亦都有一啲新啲嘅儀器可以配合幫助診斷㗎，包括我哋話 Ultra Wide Field Fundus Photo 一個超廣角嘅
眼底相，咁可以將眼底周邊嘅位置都睇得好清楚。另外，我哋亦都可以配合 OCT 光學斷層掃描，睇返視網膜中央嘅區域，特別是係黃斑嘅區域。咁 OCT 係可以將我哋10層嘅黃斑區用一個橫切面掃晒出嚟，咁我哋就可以睇清楚究竟黃斑區有冇脫落嘅情況。因為如果黃斑區已經脫落咗嘅話咧，係會大大減低咗手術嘅成功率或者係視力提升嘅機會嘅。治療時間係最關鍵嘅因素。如果病人及早求醫、及早診斷，例如發現係有視網膜穿窿或者裂孔嘅情況，只要個裂孔尚未滲水、視網膜尚未脫落嘅話咧，咁我哋可以做一個無創嘅激光治療。簡單嚟講咧，係冇傷口嘅，只需要隔山打牛，將激光射喺視網膜穿窿或者裂孔周邊嘅位置，原理好似黐膠水或者燒焊咁樣，將視網膜黐實，咁就唔會引起視網膜脫落嘅情況。咁視力咧可以係完全康復嘅。咁相反啦，如果病人遲咗求醫，個裂孔已經出現滲水或者大幅度嘅視網膜脫落嘅情況咧，咁我哋就係要做一個手術嘅治療。咁但係即使出現呢個情況，及早治療咧，手術嘅成功率同埋可以挽回嘅視力咧，都係會大大提升嘅。咁我哋嘅情形可以想像啦，一個視網膜脫落其實好似一個牆紙剝落咁樣。如果時間越耐，佢嘅感光細胞已經受損咗，即使復位嘅話咧，亦都可能已經有部分嘅視力缺損啦，或者係其他嘅後遺症，例如咧睇嘢係有彎曲、變形嘅情況啦。所以及早求醫、及早治療係最關重要嘅。手術咧主要可以分為2大類，包括係內部同埋外部啦。咁因為暫時視網膜脫落嘅治療咧都係一個被動式嘅。簡單嚟講，視網膜脫落嘅話咧，我哋係冇辦法好似用膠水黐返實佢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都係靠一個被動式而令佢修復。咁我哋講咗第一類先啦。內部嘅話咧，我哋係會用一個微創嘅手術方法，咁會用一啲牙籤咁幼嘅儀器啦，喺眼入邊首先將個玻璃體清除，減低咗嗰個視網膜拉扯嘅張力。之後我哋係會用冷凍或者激光將視網膜穿窿同埋裂孔嘅地方修補。咁最後我哋會喺眼球入邊注射氣體或者油分。咁原理係點呢？其實氣體同埋油分咧就會向上升，咁可以將視網膜咧托翻佢原本嘅位置嘅。咁但係其實最終都係靠人體嘅修復力係令佢復位嘅。第二類嘅手術咧係從外部嘅，學名叫做鞏膜扣壓術。簡單嚟講，會喺眼球外面加一個直膠帶，咁由外而內減低視網膜拉扯嘅力度嘅。至於良性嘅飛蚊症，大部分咧都係唔需要治療嘅。咁除非患者啦覺得良性嘅飛蚊係有影響到生活嘅話咧，咁亦都有一啲治療嘅方案。主要包括激光或者手術治療。咁激光治療嘅方法咧，其實就比較難預測個效果，因為佢並唔係根治性嘅，只係將大片嘅飛蚊打散成為幾個小點啦。咁但係佢有機會復發嘅。至於手術嘅方法係比較根治，都係用一個微創嘅方法，我哋叫做玻璃體切除術。簡單嚟講啦，就係將眼球裏邊已經退化咗、混濁咗嘅玻璃體啫喱去移除。咁手術嘅方法係比較根治，但係詳細咧都要問翻你嘅眼科專科醫生，睇下你係適唔適合做呢一類型嘅手術㗎。咁如果病人發現突然間有新或者多咗飛蚊，或者係閃光，或者部分嘅視野範圍係受到缺損睇唔到嘅話咧，最緊要係及早求醫，揾你嘅眼科專科醫生滴放大瞳孔藥水檢查清楚。咁最重要係病向淺中醫，掌握住治療嘅黃金時間。